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晋江以及晋江的方言。晋江市简称晋，位于中国华东江苏省长江下游北岸，晋江临海，东西南三面临江，南与东南与江阴、张家港隔江相望，东与如皋相邻，西北与太清相连，是江苏省新兴的港口工业城市，拥有优质长江岸线54公里，水陆交通便利。晋江境内有两种主要方言，一为老岸话，一为沙上话，还有沙上话与老岸话合流的家上话。老岸话、家沙话属于吴语，沙上话属于江淮官话。老岸话是晋江市代表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毗邻小片，使用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75%。通常所谓的晋江话一般是指老岸话。晋江话保留浊音、入声和尖团音分化。一般来说，老岸话和沙上话是晋江两种主要的方言。另外，晋江还残存着几种话，包括崇明话以及少量的太兴话和如皋话，但是晋江的主体方言仍然是老岸话。下面我们通过这个日常用词和日常交际用语来对比一下晋江的老岸话和沙上话的区别。一、数字1、2、3、4、5、6、7、8、9、10、20、21、22、24、百、千、万。老岸话1、2、3、4、5、6、7、8、9、10。27、21、22、24、8、千、万。沙上话1、2、3、4、5、6、7、8、9、10、20、21、22、24、8、千、万。2、人称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老岸话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沙上话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爸爸老岸话爹爹，沙上话爹爹。妈妈老岸话妈，沙上话妈妈。老婆老岸话老婆当客，沙上话老婆当客。爷爷奶奶老岸话姥姥奶奶，沙上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岸话好公好婆，沙上话公公婆婆。姑妈姨娘老岸话爸爸姨娘，沙上话娘娘姨娘。男孩老岸话老三老三哥。女孩老岸话我的我的哥。男孩沙上话老小老小个。女孩沙上话俺的俺的个。3、身体部位头老岸话头，沙上话腿。眼睛老岸话眼睛，沙上话眼睛。鼻子老岸话鼻头，沙上话鼻子。嘴巴老岸话嘴巴，沙上话嘴巴。牙老岸话牙，沙上话牙。耳朵老岸话耳朵，沙上话耳朵。眉毛老岸话眉毛，沙上话眉毛。手老岸话手，沙上话手手。膝盖老岸话膝盖。腿毛肚，沙上话膝盖。脚老岸话脚，沙上话脚。
4. 动物篇，狗，老安话，狗，沙上话，给，猫，老安话，猫，沙上话，猫，羊，老安话，羊，羊妹妹，沙上话，羊子，猪，老安话，猪，沙上话，猪子，牛，老安话，牛，沙上话，牛，虾，老安话，虾，沙上话，虾，猴子，老安话，活生，沙上话，黑子，蛇，老安话，虾，沙上话，沙，鸭，老安话，啊，沙上话，眼。5. 方位词，东西南北，老安话，东西南北，沙上话，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老安话，前后左右上下，沙上话，前后左右上下，在，老安话，在，来，了，沙上话，在，上面，老安话，高端，沙上话，上内，里面，老安话，里端，里间，沙上话，里对。6. 家具、房屋等，家，老安话，家，沙上话，家，卧室，老安话，卧室，沙上话，卧室，厨房间，老安话，厨房间，灶间，沙上话，厨房间，庭院，老安话，天井，沙上话，天井，书房，老安话，书房间，沙上话，书房间，澡堂，老安话，浴室，文堂，沙上话，浴室，卫生间，老安话，卫生间，沙上话，卫生间，厕所，老安话，厕所，沙上话，厕所。日常交际用语。1. 你好，请问人民北路在哪？老安话，你好，请问人民北路在哪里啊？沙上话，你好，请问人民北路在哪里啊？哦，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还是没睡醒。老安话，现在是这个情况了，我还是困死懵懂的。沙上话，现在是12岁了，我还是困死懵懂的嘞。3. 糖醋排骨加点味精，味道很好。老安话，糖醋排骨加点味精，味道来是个。沙上话，糖醋排骨加点点味精，味道蛮好的。4. 祝你恭喜发财，财运亨通。老安话，祝你恭喜发财，财运亨通。沙上话，祝你恭喜发财，财运亨通。5. 苹果、毛栗子、香蕉、橘子、樱桃全部25块钱一斤。老安话，苹果、毛栗子、香蕉、樱桃、橘子全部25块一斤。沙上话，苹果、毛栗子、香蕉、樱桃、橘子
曲目25块钱一斤。6. 小朋友过马路当心车子。老安话，小朋友过马路当心车子。沙上话，小朋友过马路当心叉子。7. 昨天星期六，天气蛮好，我去马洲公园玩的。老安话，啥子星期六，天气蛮好的，我去马洲公园玩的。沙上话，这个礼拜六，天气蛮好的，我去马洲公园玩的。8. 你在干什么呢？老安话，你来我走的高。沙上话，你在做什么稿子？9. 我去睡觉了，明天早点起来做作业。老安话，我去困觉了，明天早点起来做作业。沙上话，我去睡觉了，明天早点起来做作业。10. 我去相亲了，望中一个女孩子。老安话，我去相亲了，望中一个丫头。沙上话，我去相亲了，望中了一个伢里个。好了，本期的老安话沙上话的比较就到这边，大家觉得怎么样？